立委郭国文甲市员蔡苏秋瑾、陈秋红以及溪坝地区校员会干部一同召开记者会，提出大南科新西北主张，并强调的确有真侪工程师拢住伫咧竹北甲新竹科学园区，即隔了一条头前溪，而南科嘛会当伫闸门溪以南作为产业区，以北规划做生活机能区为主。这个主张伊也伫立法院总结询有向行政院长陈建仁以及内政部长林佑昌提出，两位也拢答应会全力来支持。我在总质询的时候曾经提出说，在新竹呢有一个头衔溪，头衔溪的北方呢就是所谓的竹北市，头衔溪的南方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竹科，也就是说呢，粗略可以划分为呢，南部是产业区，北部呢是一个生活区，是一个生活区，这一个是以产业区为主，那以生活区为主。这当然不是一刀两切了哈，但是呢，会有发展性的一个不同。那也因此呢，我在总质询的时候特别质询林佑昌部长，说应该要把整个西北这一区纳入，那也获得林佑昌部长的肯定。同时呢，他那一天来这边的时候，来我竞选总部的时候，也再三的强调，应该把西北纳入这一个南科的生活机能区，而相关的部会呢，都会予以支持。郭国文表示，南科到溪坝地区的道路愈来愈完善，嘉义社会大铁也伫咧大都中心通过升级规划，麻豆社会大铁也将伫咧今年底前完成选址，溪坝巨大需求将会不断攀升，有打造成生活机能区的必要。日后行政区的都市计划通盘检讨，也应该纳入南科效应考量。确保台南不只有世界级的科学园区，更是宜居的城市，来留住世界级的人才。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